常年期第27主日，讀經一，恭讀哈巴谷先知書。上主，我向你求救，而你不垂聽，要到何時？向你呼喊殘暴，而你仍不施救。為什麼你使我見到邪惡，人受壓迫，而你竟坐視不管？在我面前，只有迫害和殘暴，爭吵不休，辯論四起。上主回答我說：你寫出這神事，清楚地刻在板上，使人能流利誦讀。因為這神事有一定的期限，最後必要實現，決無欺詐。若遲延了，你應等待，他必定來，決不誤期。看，心術不正的必然消逝，義人必因他的信德而生活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，答句：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那樣心硬。請大家前來，我們要向上主歌舞，齊向救助我們的磐石高歌歡呼，一齊到他面前，感恩讚頌，向他歌唱聖詩，歡呼吟詠。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那樣心硬。請大家前來，一齊伏地朝拜，向造我們的上主屈膝示愛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真神，我們是他牧養的人民，是他親手所引導的羊群。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那樣心硬。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像在麥黎巴那樣心硬，也不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天。你們的祖先雖然見過我的工作，在那裏，他們還是試探我，考驗我。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那樣心硬。讀經二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。親愛的，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的福手所賦予你的恩賜再次燃起來，因為天主所賜給我們的，並非怯懦之神，而是大能、愛德和慎重之神。所以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證為恥，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人為恥，但要依賴天主的大能，為福音同我共受勞苦。你要以信德及在基督耶穌內的愛德，把從我所聽的健全道理奉為模範，且依賴那住在我們內的聖神，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託。上主的話。福音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宗徒向主說：請增加我們的信德吧。主說：如果你們有信德，像芥子那樣大，即使你們給這棵桑樹說：你連根拔出，移植到海中去，他也會服從你們。你們中間誰有僕人耕田或放羊，從田裏回來，即給他說：你快過來，坐下吃飯吧，而不對他說：給我預備晚飯，束上腰，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以後你才吃喝。僕人做了吩咐的事，主人豈要向他道謝？你們也是這樣，既做完吩咐你們的一切，仍然要說：我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我們不過做了我們應做的事。上主的話。